森林布袋戏馆，红动武林惊动万教，分林上厉害布袋戏来咯。头拄仔讲森林有三宝嘛，布袋戏算其中一宝。大宝上大宝的。今日要带大家来去做个布袋戏红啊，随我来。因这间布袋戏馆哦，内底吼。拢是迄落足侪较早的故事，安尼哦。即马还有一个即个会当互你 DIY 的所在。你讲足侪故事，是鬼故事啊？是？不是布袋戏的故事啦，布袋戏的故事啦。有无来？你来，来你看，你甲看。Hello，哇！阮要来做布袋戏。系啊，阿边哪坐？玉林哥在家。我在家，我现在一定爱在家。这是大位。哦，这是大位吼。我这位吼。我哪里啦？对。啊，你是馆长？哎，对，你好。哇，你少年就做馆长。我号称上少年的馆长。安尼哦。啊，你来对布袋有兴趣？我对文化资产有兴趣。哦，来。这是咱塑胶的红仔头。对红仔头。要开始进前先简单。啊，以前那秃头。头毛等下爱教你。咱即摆一步一步来，咱先来介绍布袋戏红仔。好来。有先看到布袋戏有这么侪种无？系对，专业的，你熟悉伊？我白龙君。你嘛熟悉哦？对不对？答对无奖品哦。我来因看是霹雳的嘛。对，你看伊个拢。阮细汉迄是苏亮文。金光三台。金光的。所以我细汉就知影苏亮文哦是历史的人物嘛。苏亮文的故乡是地点知影？伫温州啊。唔是啦，黄俊雄因兜的二楼啦。喂，收 detail 啊，底下出事的啦。黄俊雄伫因兜的二楼甲做出来。伫迄个工厂做出来。啦。安尼专业的。老师。我做一只做好未？好啊。你帮我摕出来，阮看者。无问题。你搁甲做一只。顿，嘿，这是伊哈。我甲你讲。伊较缘投咧。这只是羊棚。杨帆哦，因为今仔日吼，迄落咱这个为人性来到遮吼，咱要来演一出吼做分手擂台，用布袋戏演分手擂台。我等下用这只演羊棚吼，恁看恁要做啥物雨伞精啦，啥物枪枝精，恁就家己做，咱等下来演一出戏啊。我一定是做男主角的嘛，恁拢专门做吼。妖魔鬼怪。无为着要抢这个男主角哦，会当一个女一啊、女二啊、女三啊，看查某啊，对啊。恁拢为着我吼神魂颠倒啦，袂食袂困啦。安尼分手擂台才演得起来啦。对啊。好，来，头一个步骤咧，咱就先画伊的目睭。你眼睛想长什么样子，就先画它的目睭。啥物色都无要紧嘛。凊彩你。凊彩，目睭我要画蓝色嘛，赶快嘞。会使。因为我看日本动漫眼睛拢蓝色。挂隐形眼镜啊，会使。会使，你就戴蓝色隐形眼镜啊呢。眼睛会让较大一寡寡，你看像我迄只红仔有无？现在背对大家。小心心吼。你要画目睭前，你爱先把你上面这个先用嘴巴把它吹干。咖啡色诶。去那边七龙珠啊？咖啡色要比较难调。你看出来啊？你看出来啊了？你哪只咬啦？我叫你看出来啊！我帮你挤一点咖啡。别了吗？外星人 ，E.T. 好 ，OK， 他录音的事。玉林哥画了头发了，咱当然他们爱用粘土走。给搞，来给。哦，你的把揪很漂亮呢。把架门，你把架门，你把架门围啊。内置，碎。会使，邓辉哥你的戒疤点得很帅哦。卖安尼讲。可以。We ready, let's go! Let the rhythm grow. Spin, let the speakers blow. Feel that bass from head to toe. Come to the Williams Show.
大家好，我是杨鹏，欢迎收看新分手擂台，就伫咧公司的台语台，顶不点不明，话无讲袂清。人生当中有一寡代志拢无清无楚，今仔日咱就爱甲讲个清清楚楚。今仔日咱的委托人叫做春娇啊，听讲伊讲因翁的感情出现真大的问题，咱普卡先来欢迎春娇出场。春娇，你好。我是春娇，好。我是韩国人豆母。奇怪，伊讲的敢是台语，我哪会听拢无？恁敢听有？啊无安尼好啊，咱来欢迎因翁出场证明。安尼你有听到啊？哈，春娇，你搁敢来？你有啥物话要讲？你即马对我讲啊！考一个，温阳平常时公务时间陪我。你讲安尼？证明，我咧电视台袂当我袂叫歹话，证明。无，凡哥，安尼你会当诶？好，你搁讲，你搁讲。第二个安怎？你目口敢若有查某？哦，你外口有查某啦？啊，搁有咧。所以你要创啥？第三个，晚上内满嘅伊嘅信。你是什么啊？你讲啥物？你要信啊？唔信？伊台语那有山东腔啦。我想要挽回伊嘅心。你要挽回我的心？哦。凡哥，你若娶这种某，你敢袂当诶？我会讲哦，我当初时哦，是，无了解讲娶韩国人遮艰苦。你毋知我这3档过啥物日子？我刚才要招伊来困哦，爱搁透过翻译呢。哦，所以讲你是有细姨是不是？啊，无安尼好啦，咱甲细姨叫出来好啊。我甲你讲啦，我是哪要讨这细姨？较无就开讲嘛。啊，无线来，咱来欢迎两位细姨出场。来，来啊！来，杭妮，哦，我爱你。小等咧，还有我。啊，宝贝。蛋姐，叫做马德库拉塞。来，我跟你讲，我是金环，像若是跟我做伙，伊就是我的树龙，树龙就是一个皇帝。来，甲你羽毛飘一下小等咧，你叫金环，我是小树，我叫做金环啦。金环哦。你讲呢？我足水的，我是你3个人上水的迄个好。哦，来，抱一下，来，金一个，啊，你拢无甲大某放伫咱内呢哦。大某，这大某是爱伫咧讲我的，较小啊。我甲恁讲啦，我讲，代志到遮来啊吼，来代志到遮来啊，这边。起床哦！你叫我。这3个你要选倒一个啦？这3个我要选倒一个。选我，你看我已经大巴肚啊呢。你大巴肚啊？我已经大巴。啊，你迄就便秘咧大巴肚，我唔是在你这3礼拜无放屎啊。我是上老细的迄个。恁点，我甲恁讲，我今仔会行到这步路，一切唔是我咧决定的。啊不嘞。我自细汉，我拜一个精，啥物精敢知影？唔是洗碗精哦，无啥物精，是香肠精。烟枪精，烟枪精，请现身。烟枪精，你对，啥物？烟枪精，看到烟枪精，可无要跪落？拜，烟枪姐，请问你哦，伊即摆要选倒一个某啊？好，安尼烟枪姐伊家己的决定，伊若遇到什么人，就是迄个人要真正做我真正的某。哦，安尼哦，来，烟枪姐，请你举示些，来，3、2、1，烟枪姐，烟枪姐，烟枪姐嘞，烟枪姐，烟枪姐，指示烟枪，什么？烟枪姐比着我，什么？伊比着你，安尼，喊你，凡哥，无咱来斗阵好啊啦，好啊，起笑哦，闹剧，这啥物戏啊？